生，伊是有咧学本的，你通看的时阵，迄个医生若讲三世因果，佮讲六道轮回的因缘，互伊听，讲互伊听，互伊了解。因为即个咱老师有讲个，小病是不小心，大病是有原因。小病是无小心嘛，咱今仔日吼，会普通的会感冒啦，身体袂痛，我是无小心嘛，就该穿衫的时阵，就爱水，毋惊我浮水落啦，就感冒，叫无小心嘛。大病呢是原因呢，有原因呢，所以呢，即个医生就讲三世因果，讲六道轮回，才会道理互伊听，讲遐因果互伊听。伊当伊听了的时阵呢，伊较讲出来，伊头仔拢毋敢讲，伊较讲我呢，时常出现一个查甫囡仔，拢也讲咧，你兴我的命来，你兴我的命来，兴我的命来，兴我的命来。啊，有一天呢，伊讲咧困的时候，出现一个妇人，一个乌仔送就对啦。伊讲，你兴阮囝的命来，你兴阮囝的命来。伊讲咧，我也无去杀人嘛，也无去人伤害着，你想要讲叫我兴恁囝的命？因为伊即世人伊所看，伊就是规矩一个人啊，搁一个查囡仔，how有可能讲去人害人？伊讲，我how有可能去人害人？去害人诶？伊讲咧，你就是教阮后生伫清朝时代是男女朋友，清朝哦，清朝甲咱即摆偌久啊？我是有算迄个时间啦。你就是甲两个是男女朋友，因为某种原因害死阮后生，所以你爱认阮囝的命来。伊讲，当伊咧讲清朝的因缘的时阵，伊的八识田中，咱过去的八识田中所做的、所行的因缘，拢装在咱的意识当中，所以意识当中就显现出有一对男生跟女生穿清朝的衫，迄就是伊甲伊男朋友。迄时阵伊较相信，所以呢，迄个时阵才清朝所犯的因、所犯的果，即世去互找着。伊讲我找你做拄啊，你爱认阮囝的命来，所以伊较咧讲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医生也讲咧，你爱做忏悔，你要做忏悔，你要念经回向，你爱忏悔，你爱念几句回向，因为伊欠人毋甘愿嘛，要甲你讨啊，所以这个小姐就念经。当伊念经做前两念的时阵，伊就较舒服。但是，我持续念经，较有可能定定念经，搁起害的时阵，起固定的时阵，搁毋念，当毋念的时阵，伊即念符就搁开始作怪。所以呐，种业报，壮年前8业，所作业报，所以所为业超过时间，超过空间的，所以倒袂过啊，想袂过啊。但是咱拄则讲的，当咱接受的时阵，毋当是安尼，咱无人去接受。讲讨落的时阵，咱会产生反弹。人讲外业来，搁加上新业，家己讲，家己无法通放下，无法通去接受，无法通去看开，无法通去讨。因为当咱业来的时阵，咱无明就搁生出来。当无明生出来的时阵，搁家己的新业搁安尼加外业加，外业搁加家己的新业，产生一种业障、业障啊。所以咱每一个拢有业障。什么叫做业障？业障就是恶业的障碍，恶业的障碍。那么这个业起咱的心口意，所以产生了是恶业，是恶业啊。所以这个过去所做的叫做宿业，宿业。那么这个宿业有几单啊？以咱即摆来讲，就是讲已经有6万多年啊。6万多年就是讲累世来所做的业，因叮叮塔塔就对了。那么生咱即世所做的叫做现业，所以无过去所做的，也是即世所做的。有当时啊，当业来的时阵，业价来时，大业来的时阵，咱搁加上咱的新业。加做伙，咱家己束缚家己无法通透。产生了怨叹啊，甲拔掉的时阵，无法通透。无法通透的时阵，无法通消，无法通消就是业上加业，就是去自罪犯错。所以业也无消，永远伫遐轮回受就对了。所以咱今仔日，这个人生。无如意，咱无理由，无条件，无本钱，嘛无怨天尤人的迄个因缘啊。所以这是自作自受，人搁家做爱家己接受
啊，约别人袂当领当啊。吼，我讲，咱无法度去，袂使无别人袂敢领当啊。所以咱今仔日，咱如果若去怨叹的时阵，只是增加咱心灵上的一种的创伤。所以人讲怨叹，或是心灵上的一种癌症啊，癌细胞也扩散，因为这是无形的哦，这比有形的癌细胞搁恐怖。因为当咱一个怨叹的心生来产生了一种无明，产生了一种消极，产生了痛苦，所以伊会扩及到咱周边的人，咱的兄弟姊妹，咱的亲人，会去产生了消极。所以呢，人拄即个负面的情绪产生出来，产生了一个负面的能量，所以伊会偷摕了咱的快乐，咱的正面的能量。所以，咱就过了是痛苦，甚至在这个因缘当中失去了信心，那是恐怖的。所以，咱拢有咧修行，咱拢咧听道理，咱了解因缘果报。所以，当有着因缘的时阵，咱道理又无条件、无本钱，会当反对因缘。咱个人做业，个人自作自受啊。所以，咱一定要特为反省、特为忏悔、特为改革，靠翻身的余地。哦，有翻身的余地就对啦。所以，如果咱人一在咧怨叹的因缘当中，人讲即个业因缘轮回不息，无法变心啦。哦，所以咱老师有讲一句讲咧，人生，人生是不断的变化、流转的因缘当中。哦，所以伫咧千转百绕的因缘当中，累积了无穷的业报。因为咱毋知通修的时阵，一世来做一寡业，搁一世来搁做一寡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人讲咧，放家己一直教，一直教，一直教，一直教。所以咱今仔日人有无穷的业障，好到在咱即世有求道，有知影明理，知影因缘果报。所以咱的心爱安息，安适于即个相的当中。当因缘来的时阵，咱的心爱指引咱该指的所在，指引咱的自性本体。对即个所在，咱爱家己去透过反省，透过忏悔，透过改革、改变，好咱人去了脱，害了脱就对了。所以咱一定爱做忏悔，做忏悔。所以是心忏悔，害当消业障啊。因为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拄则讲啊，每一个人拢有业啊。咱敢有犯过错的时阵？有啦，人讲咧，仙人拍鼓有时错，骹步打叉下人门啦。大过不犯，可是小错不断嘛。大家拢有犯错的时阵，但是呢，有当时啊，咱处在即个大环境之下，有当时啊要保护家己，要保护自己啦，犯错，有当时啊拢。用家己意识去想，去想这项代志，我哪有做毋对？有当时啊不知自己有错呢，毋知家己有错啦，所以呢，一个人最大的错就是无去承认家己有错。一个人最大的错就是毋知影家己有错。一个人最大的罪就是毋惊家己犯罪。真正有话拢是安尼。家己做毋对啊，真毋知。我问咱大家，哪有咧骑机车有咧摔车无？哪有咧骑机车？有咧摔车无？啊，哪袂闯红灯？没有，我注意。没有，够乖，我教学有够乖啦。会超市吗？会超速无？我注意。敢会超速？我注意会哦。会啦，我注意。咱咧一摆超红灯。红灯啊，可以 T 字形嘛，T 字形安尼啦，对面安尼互我是安尼徛，互我对即边啦，红灯啦，互我来驶过，因为 T 字形较有厝嘛，是讲即边绿灯，我转过去比较方便嘛。转过的时阵，警察在后壁哔哔哔哔哔，我惊一条，我拢哔过啦即摆来，敢袂当超红灯？你超红灯嘞？我讲。这 T 字形应该要紧嘛，我搁较变嘞，咱人环境搁较变嘞。我敢问你一间，敢毋知超红灯？我就掂，伊讲甲强摕出来，我无太敢食。
迄饲饲就知影，就出现了车牌啊，用过就知影嘛。是讲诶，我阁问你一解，敢袂当像红丁？袂当啊！我讲袂当啊。好，即个帮你刷，后摆我了了吼，你着爱吼，爱我几样单，我讲谢啦。等于甲我先生讲，我今日吼做歹运去互警察打逼呢，像安尼互警察甲我逼呢，但是我打几样单，我就讲，以后吼我爱较注意的，看警察比较长，像红丁啊。即句话你听有无？不认错啦。迄话吼，像吼开红单吼，超市开红单拢爱了足侪钱啦，话啊，拢会安尼等于安尼讲，我今日有够歹运，讲即句较粗嘴，讲有够衰，去互警察炸落来，啊有看伊伫遐，去互炸落来，了过6千块吼，即摆了讲，以后吼我爱较注意，注意啥？注意有警察无？伊无注意讲吼，我速度有超速的。这个人的劣根性，自己犯错还不知道，所以咱人在生活当中的小细节，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咱有时拢无去注意呢。拢会是安尼，甚至会伫咧犯罪当中，搁找一寡理由来暗藏你的唔对，找个理由来落台啊。这叫啥？家己犯错，无承认家己有错，家己有错，唔知影家己有错，搁一点较严重的就是讲，惊家己，最大的罪，上大的罪就是惊家己做罪。伊知影伊要做罪啊，但是他不怕。一寡犯罪集团，人讲咧诈骗集团，人绑票，搁人骗人，迄做侪会人杀人放火，敢知影伊咧犯罪袂使？知影，可是他明明知影，搁家己去做，迄叫做不怕自己犯罪，这是最大的罪了。像过去，迄个陈进兴人讲做非议的歹的。害咱一条人命，共绑票，共勒索，搁共害死遐侪人，咱若看，迄罪有重无？所以当伊罪犯了的时阵，互抓着；当伊咧犯罪的时阵，伊敢知影迄是罪？伊嘛知影讲迄袂使做，但是伊偏偏无咧惊家己犯罪，迄叫做上大的罪。那么有诶拢会讲吼，等气语啊，讲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真的是一条好汉吗？无可能啊！敢袂当再出戏做人，袂当。所以在民国95年，陈进兴来开刷盘，迄个论文咱毋知有看过，咱若去网络了就有啊。伊呢，咱老师诚注意带伊来开刷，伊讲伊过程，讲伊艰苦，伊讲要奉劝大家毋通像伊安尼做遐尔济歹代志，较来后悔。但是呢，人讲金钱袂当买着好命的事，所以讲呢，伊即摆是家己地甲受油鼎刺数千摆，血烧千万摆，抽筋百回，逐天拢做遐工课，拢无受哩，我剁骹剁手，油肠破肚，迄是伊家己来开刷讲来讲呢，真正有够艰苦的啦。那以后佫袂当出世做人，无可能啊，无可能啊。所以咱若看。一个人上大的罪，就是讲毋知影家己咧犯，毋惊咧家己犯罪啊，这是人讲无伊的可以啊。所以咱今仔日，咱好佳哉，咱拢是咧修行学道，咱了解伊的果报，咱每一个人拢有犯罪的时阵，咱会忏悔，咱来反省。所以忏悔真个是讲痛改前非，另作新名。咱过去所做的，咱以后袂使搁做啊。唱敌前边，挥敌留德。另作新名，另外换一个面，改头换面，脱胎换骨。过去的我，迄毋好的我，人讲咧会贪心的我变成有一个自卑心，过去人讲是匠心的心变成一个佛的心，过去会当甲人计较的心变成一个人讲有自卑意识的心，布施的心，变成一个度大无容迄个心嘛，迄叫做脱胎换骨，痛改前非。人讲咧，忏悔是讲内心一种的觉察，觉察了反省，会甲有承认家己的罪过错，决心去改变，
决心去改变。所以咱会当忏悔，是要互咱伊的真谛到底要创啊，就是讲要互咱回归迄个神的状态。因为咱会做毋对，就是咱的心无善，咱的心恶。所以当咱反省了，咱有去忏悔啊，会当回归咱迄个神的状态。所以一个人毋知影反省，毋知影忏悔，伊就是一直败落，心一直恶落，无能转变。所以咱来忏悔，咱来回归咱即个神的一个状态，甚至咱的人格品德会当提升啊。因为一个人过去所做的，就是一个无人格、无品格的人，品德无好。人讲会做歹代志、会犯罪的人，就是人讲道德良心泯灭了。所以，咱透过反省的时阵，咱会提升咱的人格，品德会当提升啦。所以，咱今仔日有忏悔，咱就会当脱胎换骨，换另外一个下面就对啦。所以，咱身为一个修办好的人，所办到一个人才，身为管道的弟子，咱今仔日做有幸嘛，咱会当闻到即个大道、天道、大道，大开普渡，会当修道，会当办道，即种因缘遮尔好，会当了脱生死。但是呢，忏悔，忏悔就是咱爱修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功课。所以忏悔就是讲以后了，咱爱谨慎自己，不再犯错。因是家己有要犯错啦，所以时时忏悔会当消业障，会当改变咱家己啦。因为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一粒的忏悔会当超过20世。这是一个故事嘛，我讲互咱听啦，有一个妙高禅师，伊非常的对修行是非常的精进哦，有够精进的。伊咧修行的，伊有一个毛病，就是会打瞌睡，会拄久啦。其实这个毛病我嘛会啦，较忝的时阵，咱嘛是会拄久啦。精神较无好的时嘛拄久，这叫生理上的反应，生理上的反应。那么这个妙高禅师伊嘛是这种毛病啦，所以呢，伊就为着讲要去掉这个毛病，为了去打破这个毛病嘛，伊走去做修行的，走去山崖边，走去山顶，迄个山崖边啊，下底是山头嘛，伫咧山崖边啊，洞内边就对啦，在伫遐参禅打坐。但是呢，当伊醒来的时阵，当一个人醒来的时阵，就搁爱困嘛，所以当伊伫遐坐禅的时阵，当坐落来的时阵，我醒落来的时阵，安尼头海的变落，因为迄个毛病就是伊本身的一种的毛病嘛。所以呢，下来就静静当唱嘛，就啥回事啊？当伊爱是啥的时阵，一个护法神、鬼头菩萨甲扶起来。当咱扶起来的时阵，扶起来即个安上，伊讲呢，哇，你是啥物人？我甲我求开啦！伊讲呢，我就是伫遮咧甲你护法，因为你有真正咧修持的心，我伫遮咧甲你护法，我就是鬼头菩萨。伊听着讲伊有真正修道的心的时阵呢，伊讲产生一种空格心，哇！我修道即个真正的心，遐尔大到人要来甲我护法，大到互咱这韦陀菩萨来护法对啦，我是无简单。伊家己产生这种空格心，当伊讲了的时阵，韦陀菩萨讲，天下的遐尔真正修行的人有够济，也毋是单你一个尔。你你修行人有即个空格心。你即个空格心袂使，你有即个空格心，我20世无变过来甲你护法。当伊听着句话的时阵，伊就讲：他惨啊！我非常的忏悔，我若产生了一个修行人有即个空格心，非常的忏悔，讲是咧，但是为何菩萨就走伊啊？要安怎？惊死莫阁修吗？毋是，伊嘛是讲无人护法，我嘛是照常搁爬去。坐咧，继续修，坐迄落山崖洞崖边仔，继续坐，继续修，继续坐的时阵，当伊坐落的时阵，我爱佫是佫来找伊啊，佫跋落啊，跋落的时阵，向囝来的时阵，
啊，即声真正无人来护我，真正稳死的，稳死的。当伊下个时阵，地菩菩萨拄甲扶起来，扶起来即个山头的顶悬。伊时阵惊着咯，啊，地菩菩萨，啊，你毋是20岁无摆来甲我护法啦吗？伊讲诶，因为你有一念的忏悔心，超过20岁。哇，即种的力量有大无？非常的大。所以咱来看，忏悔力量非常的大，不可思议啊！所以有功夫就讲一句，因讲讲放下刀刀，立地成佛。你当下放下这个刀刀，立地就咱成佛啦。这意思讲，咱这个杀业的心无去了，咱呢改换一个慈悲的心。当下人讲诶，一念善即天堂，一念善即佛，一念恶即地狱，一念恶即是魔啊。所以这个放下杀业，转化这个善的因，伊就会改变。共款啊，这个刀刀毋是讲有形的刀刀入去，咱每个心中遐个刀刀，咱遐个贪嗔痴嘛是必须倒转来啊。咱会从咱这个放下咱心中遐个贪嗔痴，甲放下，咱转为这个慈悲遐个心，然后呢，咱会当心清楚啦。所以这个忏悔，咱会放下当下，就是咱有反省啊，有忏悔的心啊。所以有法度通转变啊。所以呢，咱今仔日一念之间，当下咱就转变，当下会转变，就是代表咱有反悔心嘛。我搁做一个比喻，过去有一个将军，去问一个上师，伊对着天堂地狱伊无了解，伊若捌看过啊，天堂地狱咱敢捌看过？捌看过啊。伊若问讲，啥物叫做天堂，啥物叫做地狱？啊，这个上师就来讲，啊无采你是一个将军，当时个将军含天堂啊地狱，你也毋知影。伊听着甲屁想啊，听着讲啊，你当一个将军含天堂啊地狱啊，伊都无啊，伊也无直接啊讲天堂是啥，地狱是啥，直接来甲屁想，伊拢避开啊，因为迄母的拢皮较细嫩嘛，性地较刚烈，听着伊甲屁想了一支刀来压害，因为迄将军拢有佩戴过去，拢有佩戴迄个刀嘛，迄个伊压害时阵开始叫啊叫即个，你啥有甲我屁想要讲就讲，我就歹讲甲我屁想，开始啊叫即个上师，伊叫啊上师就走啊，伊走的时阵一直叫叫我皮皮喘的时阵呢，上师就当啊，你即摆就是地狱啦，即摆就是地狱啦。伊讲伊听你讲的时，歹势，上师歹势，我人讲咧机器较钝啦，嘛袂使安尼一下，一个心就硬起来，歹势，甲回息的时阵，即摆即个上师啊讲，即摆即个当下就是天堂啊。所以咱来看，一念之间，一念的忏悔，你的转念，一个转念之间，你就改变足济啊。甚至忏悔会当改变命运，断恶因上加善的因缘啦。因为呢，咱每一个人，用即个忏悔了，咱人讲的去恶从善，用善良去应对每一个因缘当中，咱的命运就改变，命运就改变啦。我搁做一个比喻啦，即个下昼时啊，大家拢较爱我讲故事啦。即个就是讲在印度啦，在印度的时阵，因过去嘛，咧做生意来运输，咧运输啦，是咧做交通工具，拢用马，还是用骆驼啦。时阵有一个生意人，其中一个家的生意人，伊咧做生意，运输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即只马非常的水，骹力非常的好，速度阁非常的紧，效率有够紧的就对啦，有够好的。逐工就咧做生意，另外一个生意人，伊咧做生意用骆驼来做运输，骆驼啦，就载无物件，载无物件，佫慢佫衰啦，所以在这因缘当中，伊安尼人拢行走当中看着甲迄只马拍遐好啦，平平咧做生意安尼嘛，我拢做赢啦，所以呢，伊甲即个讲大先生。你这只马足好呢，嘿啊，这只马我心爱呢，我甲你换较好，还是我甲你买较好？讲袂使啦，这只马是我上爱的呢，是我的得力助手，较有可能互你让互你就对啦。即个伊人呢，人讲的爱
爱只只要爱甲会滴满，爱甲会滴满，咱听有即个意思，做爱就对啦。上袂歹步，善用，若讲滥用迄个善，别人善心啊吼，伊一工就加破病。叫可怜的，叫可怜倒在路边，就是即个甲生理人时常咧经过的所在，倒伫遐。加有够神的，加有够艰苦的，当即个甲生理人徛要行过时，看边仔若倒一个人伫遐，敢足艰苦的呢？伊一粒的善心，一粒的慈悲心，伊就落尾啊。当伊落尾的时阵，伊就阿讲，你即位生理，我看你足艰苦呢。伊讲嘿啦，我足艰苦，我拢行路啊啦。你只要借我徛敢好啦？伊拢看着伊讲，你毋是迄个一来生理人？讲嘿啊，我是啦，我足艰苦，你买互我徛敢好啦？伊讲好，你遮尔艰苦，我买互你徛。当伊徛伫马顶的时阵呢，我笑出来，即只马我的啦。我用足侪办法，我无人去着即只呢，即只要甲我徛着，我就爱用伊啊。伊讲好啊，记着伊徛着啊。互你，但是我有条件，伊讲好，你尽着条件，我答应你。讲诶，你着即只马，你以后袂使甲别人讲，绝对袂使讲你安怎你着即只马。当你也讲出的时阵，以后真正看病的人，无人敢欺负。当伊听到即句话的时阵，咱就听到这个意思无？因为伊假看病啊，爱人讲的讲，我假看足够，我用假看病，人去着即只马，别个讲，有诶嘛是假看病啊，滥用人的善心啊。敢若错用人的善心啦，后天来欺骗。你绝对袂使讲，你也安尼讲出来的时阵，无人敢做善事啊，嘛无人真正看病嘛，无人去救啊。当伊听到即句的时阵，马上爬落来，落尾落来，讲是的，我毋对，我扭曲人的善，你扣人的善，利用人的善来咧做歹代志。我安尼我毋对啦，是的啦，要当下伊忏悔无？伊断了即个恶因，伊的严重的时阵断了即个恶因，所以伊后来变成家己，伊改变伊的命运。所以咱来看，咱有反省有忏悔，咱的命运就改变啦。咱命运就改变啦。佮嘛甲咱讲啊，人讲搁较重来做，我毋惊，只惊咱毋知影忏悔，毋知影反省。所谓的回头是岸，回头是岸，对回头，对于咱袂晓颠倒的当中回头，对一切罪业当中回头。咱过去做了足侪罪业，咱过去做了足侪罪业，咱爱透过忏悔，咱爱反省，爱去改啊。所以咱一定爱实心忏悔。实心忏悔，我当笑袂少。所谓实心，忏悔有假的呢，有诶真正。好啦，算我毋对啦，安怎有真正忏悔？无啦，可能是仔囡仔吼，也冤家啦，妈妈两个兄弟也冤家讲，你叫妹妹回心咧，甲对不起，迄个毋习惯，对不起啦，敢有真正的诚心啦？无啊，所以实心就是无依假，无欺骗，是由咱自身的本体所流露出来，迄种的诚信诚恳。足真实的，迄种的态度，所以真正的忏悔是由咱内心所流露出来。所以实心的忏悔是由良心的发现，咱良心真正发现，内心感觉讲非常的计较，非常艰苦，由我怎么忏悔？为什么我要犯这种错？为什么我要犯这种过？家己感觉足艰苦，感觉讲足艰苦的。所以当咱由咱内心良心的发现，咱真心的去忏悔。迄叫做实心忏悔，毋是假。所以咱若先恳先严心去忏悔，比如讲咱过去所做的因缘果报，当业报讨的时阵，咱爱实心的忏悔，咱用真诚的心去忏悔，向三天表白，向无形大德表白，讲无形大德慈悲，我过去所做的，甲你伤害着，我甲你忏悔，请你原谅我。如果咱有先恳的心，甲无形大德忏悔。伊嘛是会放下心中的恩怨啊。如果咱若无用诚恳的心去忏悔，无形大德敢要原谅伊？伊有的怨气嘛，不会放下。所以咱今仔日爱勇于说，我毋对了。所以实心的忏悔，对不起，我错了。
实个我毋对啊，所以咱若即句实个我毋对啊，真正都勇气讲出来，勇气放出来。所以咱时常有听句话讲诶，发出勇气逼出来，逼出勇气认出来，认出勇气改出来。咱犯错足简单诶，但是要知影毋对，有当时啊拢会找一寡理由。知影毋对了后，要搁认出来，有当时啊，人讲即个面子拉不下来，面子拉不下来啊。所以有当时啊，咱拢会安尼。这亲像我做较简单诶比喻啦，是讲阿嬷叫查囝洗碗，查囝弄破碗有当时啊拢干骂咧，真愿洗，一寡碗弄破，还是骂。当家己来洗碗的时阵，家己弄破的时阵，哇！今仔日洗碗种用了伤得较，干咧弄破，毋承认家己用对，怪洗碗种。这是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咱家己犯毋对，会去容易认错嘛。所以咱今仔日爱真正诚实，毋对，就是毋对，咱爱实在我毋对，容易认错，爱第一次认错。当咱容易认错的时候，当下咱有忏悔的心，咱若诚恳的心地啊忏悔，咱会流下忏悔的眼泪。我互咱看一个影片。老王帅。然后我看了贾瑜流眼泪了。有忏悔无？有啊。当法师教念迄个忏悔文的时阵，伊有感受到啊，伊的人生甲咱人的人生共款，是只不过是过去做了罪，犯罪，去出世做，迄只应该是鄙人去出世做假鱼，所以伊做假鱼嘛足痛苦啊，互人捕杀啊，互人害啊，伊非常痛苦啊。当伊听到即个忏悔文的时阵，伊有感受啊，伊有感受啊，伊嘛是好痛苦，伊认错啊，我为虾米要做遐歹啊？来出世做即种众生啊，所以留下即个忏悔目屎。伊就是讲，伊有如实的忏悔，更何况咱人，咱人只要有真实的忏悔，有真实的忏悔，有是心的忏悔，咱嘛是会留下忏悔目屎。所以第一次认错，真正的忏悔，伊知影毋对啊，甚至我会去认错，我无应该安尼。所以忏悔有一个忏悔人，伊会知影讲见识，然后咧，上界见识就讲，知影人
认错毋是讲见笑。哦，上帝见笑，讲家己做毋对啊，毋知影哪个认错就对啊。所以民主讲话，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人袂使无体，袂使有做迄个见笑的代志，做见笑的代志。咱做毋对的代志，做甲感觉拢咱做毋对的代志，感觉出见笑，那安尼，咱就袂去做使咱见笑的代志，安尼才是真正无见笑。所以世间上上界见笑，就是讲毋知影见笑，才是上界见笑。所以有自觉自我，较有法度自救啦。所以有忏悔，较有得救的得救的动力啦。所以关圣帝君咧，就讲一句话，讲你家己。内在心内有几只糖，几只糖，家己爱做清楚。所有的糖，内心的糖，咱心中遐个糖，遐个糖清晰，迄就是糖。毋好的心，遐拢是糖啊。咱家己爱做清楚。所以你家己也毋知影甲互改个忏悔，因啥有你一份，佮互你讲有求道，但是你也毋知影忏悔，毋知影修道，毋知影行道。你凭啥物要消灾了断冤票，了轮回果报的？迄是无可能的。所以咱今仔日一定爱自觉自我，较有法通自救啊。所以咱今仔日，咱一个有自觉自我的人，伊当然的，伊会忏悔会当改变。当然忏悔爱忏袂对，忏伫咱的心。所以佛经讲，罪有心起，从心忏，心就袂成罪了。心的罪恶了负空，事则名为真忏悔。我问咱大家啦比如讲啦咱若听着一句别人甲我骂的声音啦我敢骂倒转去，安尼我的喙敢有罪？别人甲我欺负我总毋甘的，我敢搏倒转去，我一支手敢有罪？安尼我一支手有罪，我一支手我剁我长好啊，罪毋对？罪伫咱的心啊。想要过去啊即侪人会佛教的啦，佛到倾家荡产，倾家荡产啊，当然人也讲。你叫袂使赶，叫改就好啦真正叫改就好，真正叫就爱改叫啊。所以当倾家荡产，伊就要表示家己要改叫的决心，剁有枕头啊，枕头剁断了，人搁来咧招啊，心搁尿尿啊，搁对人去叫全去破了的时阵，人搁甲骂你是安怎去破？真正无下决心好啊！我真正下决心枕头去剁一顿，剁到一个枕头剁了，即个叫改无啦。咱今仔日，迄叫做本末啦，迄毋是真正的忏悔，也毋是真正的改革啦。所以人讲咧，辛苦较有罪，罪在咱的心啊，罪在咱的心啊，罪成本靠因心做啊。咱各种的万言定呢，拢抽起咱的心，罪业嘛是起在咱的心嘛，对咱的心所生出来的，对咱的心所生出来的。所以要灭罪，灭咱的心，咱心嘛无灭掉，那呢，罪共款做。你规身躯剁断了啊，你心嘛无死，共款搁继续犯罪啊。10支枕头剁了，照常搁咧剁掉。因为爱剁掉的心无死啊。所以咱今仔日，咱的身份之不就是心的功夫而已啊。咱的心嘛找无到，咱忏悔咱这个心嘛找无到的话，那安尼嘛是无法度得到真正忏悔目的啊。安尼嘛无法度，嘛无法度照常搁继续犯罪啊。所以呢，咱自信上无罪业，咱自信上没有所谓的罪业但是事相上有因果业。但是，咱这个业报要灭掉咱的心，将咱的心灭掉，灭掉就对啦。所以，咱真正忏悔，就是爱有迄个真诚的心，真诚的心啊！咱老师嘛讲啊，咱真正有真诚的忏悔的心，就是咱的罪业会当消啊。但是呢，
上重要就是咱袂使搁重复犯。哦，以前咱忏悔了，爱谨言慎行，不要再犯了，袂使搁犯啊。所以呢，是新的忏悔，错当改，愚昧不改。唔对，一定爱改，袂使搁误会，袂使搁污名啊。哦，因为呢，你忏悔是讲我今日忏悔，但是照常遐错无去改啊，是嘴上忏悔。所以咱真正的忏悔，毋是随讲讲的，伊是坐了失去者，无爱去还。所以是新的忏悔是一定爱改哦，忏了爱去改哦。哦，错当改，愚昧不改。所以咱每一种的心发出来的时阵，咱这个念头的时阵，咱会先问家己讲，该不该，会不会后悔？因为咱一寡亲戚拢定定咧讲啊，讲菜好食啦吼，也歹修啦。咱老师讲修道修心，最难修的就是我们这一颗心啦。道理咱拢知影，但是咱这颗心不歹控制，不歹控制。所以咱每一种心要发出来的时阵，这个念头时阵，先问家己讲，该不该，会不会后悔？因为咱老师讲啊，咱老师主笔讲，偏偏道理，咱不知不觉讲，不知不觉，想要得到较济，不知不觉就学白讲话，不知不觉就咧犯错犯错，迄叫做咱人类根性，咱业识经济当中咱个劣根性，所以这不知不觉就是讲，咱的念头无去控制好势的时阵，咱就去做。所以有意无意，咱就会讲着话；有意无意就去样犯错，有意无意就去样贪一下，哦，有意无意就想要搁较济。有当时啊，咱的三毒心就是安尼生出来，咱家己控制袂了啊，哦，控制袂了啊。所以这就是咱家己的劣根性。咱这个劣根性若无根死为危，那么咱有当时啊，永远逃不出这个轮回。哦，因为咱劣根性就是贪亲戚遐个物件，我让人看一个影片哦。从哪里看？Ja, nothing better. Gosh, मेरी ऐसा हो गया मैं चल सकता हूँ。对你现在拥有心怀感恩，这样子就是在讲咱咱每一个都不满于现状，看别人咱就想要，哦，驶一台迄种酷的迄种跑车的做，人讲吼，每台车毋知偌好的，安尼伊即摆就看有人驶一台直升机，讲啊我有一台直升机毋知偌好的，啊一个人呢驶公共车，看伊驶一台跑车，讲哦我有一台跑车毋知偌好的，啊当一个人吼。驶着骑一台脚踏车，看人驶公共车，我有一台车偌好，我就免踏啊脚有够酸啊。啊，当一个人咧行路啊，看到一个人咧踏脚踏车，哦，我有一台脚踏车代步毋知偌好诶。当这个人咧行路一个坐轮椅，讲啊，我脚会当行毋知偌好诶。咱人都是不满于现状，吼，拢无诶时阵想要有诶时阵想要搁较济。这尤其处在这想诶，这是足正常诶现象就对啦。这叫人的欲望，欲望，哦，欲望。